最近發生咗一連串嘅事件，好影響香港人嗰個信心嘅。對於明天，你仲抱有幾多希望呢？特首僭建風波，洗腦國民教育。麥齊光局長下台，廉署檢控官商，市民抗議梁振英團隊要求下台。陳茂波劏房事件，民主派應該如何自處呢？要暴力抗爭，掟蕉反台？民主黨九龍西團隊嘅競選口號係：港人要爭氣，發揮民主正能量。我哋以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嘅方式，繼續為香港人爭取民主，監察特區政府，抗衡建制派。9月9日齊投票，支持2號黃碧雲、張文光團隊。多謝你。